第三次年度教育记者会中，在地议员无分党派拢来参加，包括局长嘛亲身到场听出包括教育产业工会、教师会、家长会等相关教育工作者意见。会中教师团体嘛提出教师法修法、校园安全防护、111年2月全面装冷气，以及教师健康检查补助等8项议题，要求教育全面检讨。对此，局长嘛具体回应，甚至表示，教育再任一天，一定用生命来奉献。我们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到底他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学到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啦，还有哪一些没有学好，我们这些一定要去面对之后提供给老师，绝对不是要拿来考核老师，一定是协助。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出来，报告很清楚，也要说老师不用担心，我们绝对是你的后盾，我们会支持你，让我们一起把孩子呢都教好。同时，会中嘛公布台南今年教育的代表日新，向前教育工作者面临疫情侪挑战，虽然辛苦，不过因此佮较侪成长甲学习，期待明年整体教育专业的提升有佮较好的发展。在教师法修法之后，其实我们在老师的工作权还有学生的学习权，我们是同样在重视跟兼顾，所以我们今年从暑假到现在到各个学校办了大概33场的一个教师法修法的研习，我们希望老师们知道怎么样守法才不会去触法，然后怎么样让在的专业基础之上，然后可以去让自己的学生学得更好，学得更多。在教学的效能跟效率上一样能够维持，甚至有所提升。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含辛茹苦，这样的一个辛苦的一个过程，希望能够透过扎根这样的一个心灵酵素，种在我们的孩子心灵里面。2021教育第一站。今日新闻，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